朋友呢，他有好多身份，你可以叫他江胜明，或是舒米恩，或是这个约翰舒米跟江苏明都通通是他的名字。那他是一个创作歌手，是画家，是主编工艺师，是剧场舞者，还是一个演员哦。那他在去年推出以母语创作的首张个人完整专辑，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其中收录的《美少女》。Hello， 夏夏 ，Hello， 大家好，我是索命。Hello， 你这样原住民电子流行音乐真的是大受欢迎，就是我听到的大家都给很好的评语。大家没听过吧？而且有拿奖啊，拜托，对不对？除了这个第一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现场演出跟最佳专辑奖之外呢，我们电台 KFM。DJ 推荐年度10大专辑有一个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美少女》，其实当初有入围这个金鹰奖的这个最佳电音吗？对，单曲。电音单曲。好棒，你什么都要囊括就对了。没有，就是本身个性就是花蝴蝶，什么都要摘一下。对，从以前玩乐团，然后到2人乐团，然后到个人，什么都要摘一下。就很喜欢玩，然后我觉得创作的本质本来就应该要多尝试。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这个专辑全部都是用母语，母语是阿美族语。对，不是法文哦。对，也不是泰文哦，是阿美族。不过现在这样子看起来，其实台湾的听众接受度越来越大。我感觉有这种趋向，因为好久就有哈日族，最近就有哈韩族，对，那有没有哈原住民族？然后哈我也觉得应该，而且这个音乐很好听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意说语言听不听得懂，其实对不对？就音乐本身，它本来就应该是无国界的分享。是的。那么今天索命来上节目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来邀请大家去听他下个礼拜6 4月23号在 Legacy 的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听说搞得很大。自己没事找事做，很想要当那个偶像咖，但是又没有那么偶像。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一个 live house 的演唱形式，就是把它搞得很像
小巨蛋的演出的，就是有设计舞台，然后又有设计 BJ 的画面，还要请 dancer， 又9人大编制的乐团。我记得那前几天在跟苏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些，我觉得哇靠，你真的是比较小巨蛋在做。就我觉得是一种尝试啊，然后因为表演本来就不应该被局限，就是可能我的乐手只有这群人，然后我就要这样子表演。当然，事实上如果有其他的创意的激发，我觉得部落的小朋友也可以进来啊 ，dancer 也可以进来，甚至连视觉、服装、舞台设计都可以进来。而且苏命在就是我的印象当中，他是那种对每一场表演都非常认真，就是会从唱。好啦，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最近因为要一起去这个北美演出嘛，所以最近在这个练团。那在练团的时候呢，其实像我就比较懒，我就走一次就好了。可是苏命就会他就会非常用功的，然后会在每一个编曲的环节上会想说，当场这个观众的气氛或者怎么样要怎么带动，我就觉得很认真的。可是那时候不好意思，现场都是大哥大姐，我最小，然后还说不要这样说，不好意思，那个贝斯手啊，应该说贝斯老师，不好意思。不会啦，大家都是为了想要把这个表演做好。我会觉得说，因为就是在表演当下，虽然我们可以给一些即兴的东西，但有一些事情如果表演者有一个设计，对，或许会给观众更大的惊喜。会。然后另外我还听说过一个故事，说你有一次去这个法国的时候，然后回来带了好多的小的巴黎铁塔送给歌迷朋友去听你演唱会的。对啊，我就觉得好贴心，就台上台下你都想到了，难怪会拿这个最佳演出吗？现场演出。原来是有中奖品搞不好评审有一天是我的观众，然后拿到奖品是这样吗？没有啦，那这一次演唱会的主题叫做风，而且有一句我觉得好亲切的 slogan 叫做“亲爱的，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对啊，什么风把你吹来？对啊，当初怎么会想要用这个标题或者这个主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刚好是接近春天，然后就原住民的观点，就阿美族，我们觉得东北季风停了，然后春天来了，春风要吹了，就是准备要工作了。我觉得说，我的工作就是要写歌、唱歌给大家听，那就是演唱会啦，所以说，然后就风就变成说很清楚的，就是那个这次演唱会的原住民的主题法律，但是因为不是大家都很了解原住民的文化，那我觉得用带一点点中文的意象，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原住民的幽默，就是把什么风把你吹来，对，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所以这个你们阿美族文化里面没有这一句吗？没有，我就想说，自以为徐志摩啊，这样，亲爱的，许我一个未来吧，然后。我觉得很赞啊，尤其是那个在我知道1个多月前你开始公布了这个举办演唱会的消息之后，就陆续都有一些宣传短片啊，然后都很有趣。在我记得这个礼拜推出的已经是第9支了，总共10支，好厉害，大家可以期待最后一支这样。对，那这些宣传短片每一次的那个主题都是谁的想法？就都不好意思，都我的。是一直想哦。可是就脑袋很喜欢转，然后我跟我一起工作的朋友说你拍3支还不够，那我的不是3支，我第1季是10支，什么10支宣传了，他们说你怎么要拍那么多在干嘛？我说10支每一支都很棒啊，不能一支都不能少这样。那你是拍完1支再想下一支，还是你一次就已经想好10个？哇！而且你知道，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但我自己看每一支，我会觉得说，虽然只有10几秒的画面，可是你一看到就会觉得你好像吹到风，因为那都是在都兰吗？那全部就是都拉景，都要拉到台东去拍。对啊，就是摄影师也辛苦啊。在台北拍不行吗？我说不行，在台东拍才有感觉。那拍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有，就是觉得在部落那个气氛很好，就是因为我的动作很简单，就是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鞠躬。对，因为好可爱。然后大家，因为我想要表达就是，因为亲爱的，你什么风把你吹来？我觉得用最有诚意的方式来跟你打的招呼就是鞠躬。
那鞠躬，那就搞到部落人，那为什么你一直在鞠躬啊？你说当没有啦，就是我在拍广告，什么广告一直鞠躬呢？所以你在拍的时候旁边都有很多小朋友啊、大人啊，就是这样旁边看，还有钓客也在看，怎么会有人在海边鞠躬？对啊，我记得从第一支开始，我很想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它这个分作都兰草原篇，然后望海。然后爬树、奔跑、风扇小孩、大树、风扇个人，然后舒米恩的能量篇，然后到现在的是潜水篇。那下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什么？还是不讲？不能讲。下一个下个礼拜就会看到，下礼拜演唱会之前。对，下礼拜一就会看到。我个人还蛮喜欢那个奔跑篇，我觉得好自由。我没有自由了，那个画面很自由，脚痛死了。真的吗？下面都是那个不是，对不起。但是下面都是小石头，然后打赤脚在跑步。是哦。我觉得以前的人可能有办法这样吧，但是哇，穿鞋子穿太久了，所以你讲穿拖鞋穿太久，你根本没有，你的脚皮根本没有直接碰到土地上。我完全都看不出来耶，因为你笑容可掬，所以鞠躬的时候还在笑，所以感觉不出来你脚痛。脚在痛了啦。是哦，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上这个苏明他的这个脸书 Facebook 还有官方网站，对，都可以看到这些影片，打苏明就可以看得到。对，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歌叫《铃铛》，然后我们下个阶段回来再更仔细的聊一下演唱会内容，好不好？好。Kuku sama tutatukan sa atin hananay numaku Araan sa batalong gisuanan Usa tentang tang Ano mausay ka ko at hirap Hey yeah, daraan Ari kaya kumiaratan asa tentang talang asa tentang talang asa tentang talang